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係筆姐姐大媽，響呢度同大家吹水講心水馬，歡迎大家入嚟收睇先。早排我潛撚咗水咁耐冇出片嘅原因，係因為覺得收睇我片同支持我嘅人實鳩在太少啦。至於點解我今日又出返片，都係因為悶過頭，閪痕痕又出嚟同大家吹下水消磨一下時間咯。咁好啦。今季賽馬已經接近尾聲啦，剩翻落嚟嘅幾次賽事，我筆姐姐大媽都好撚想贏翻啲頭鼠錢嘅。不過，首先提一提大家先，睇撚完片覺得啱睇嘅，就俾鳩翻個 like 我啦。想繼續收睇我片嘅朋友，可以訂閱我頻道㗎。如果你哋肯多撚啲留言支持我嘅，咁就最鳩好不過啦。好啦。可以同大家傾下我幾隻心水馬啦。今日沙田草地11場黃昏馬，首先同大家去傾一傾第一場5班草地1600米賽事先。練馬師丁冠豪頭馬數字已達標啦，好鳩多人都會話佢已經躺平，保留兵力，留返下季咯。不過今場11號馬嘅勁爽，評分去到23分，分分鐘被淘汰。所以唔係覺得練馬師對呢隻馬會有保留嘅心態啩？呢隻馬今季都係5歲，而且上陣嘅演出表現都非撚常之穩定，都屬於係一隻非常有用嘅馬，冇撚理由唔盡力去搶救啩。佢上一場跑同程，直路都曾經一度出頭，好撚可惜最後幾步叮當馬頭俾對手擒咗，只跑得過第2，對手真係唔鳩俾面啦。不過起碼證明咗呢隻馬響5班係有一撚定有實力嘅，同埋有好好嘅狀態添。至於今場再出嚟跑同程，起碼鬥志就一定唔鳩使懷疑㗎啦。所以我覺得呢隻勁爽，呢場係屬於重心馬膽嚟嘅，一定要捧場啦。好啦，跟住再去睇睇第2場第5班草地1400米賽事，呢場10號馬嘅飛躍海船。大家都可能覺撚得呢隻馬係田泰安嘅戲騎，有啲忽略。不過佢同霍宏星都屬於舊拍檔嚟嘅，前一場更鳩加能夠走入3甲，演出都相當唔閪錯添。至於上一場配翻田泰安，曾情去跑谷草1650米輸撚咗，應該都係路程唔適合啫，所以大家可以抹撚咗佢。呢隻馬響5班能夠可以贏頭馬同埋經常可以走入3甲，咁就證明佢響5班係一定有實力嘅。我再望一望同場嘅實力馬對手，我就真係稱唔到邊隻好撚穩陣啦，反而覺得今場呢隻飛躍海船能夠走入3甲，絕對係有好鳩大機會添，而且更加有翻啲賠率分頭添，真係值得我去搏一搏㗎喎。可以講係3甲分子啦。好啦，再去研究第7場第3班草地嘅1000米直路賽事。呢場有班馬主已經屌聲四起㗎啦，就係12號馬嘅幸運堂，最近連場都搏殺失手，幕後梗係春代有戲啦。不過就睇得出，佢哋真係好閪想快啲拉頭馬影相嘅。呢場係杯賽，更加希望開齋贏馬兼捧撚埋杯啦。練馬師都應該要交代㗎啦，4歲馬進步好鳩大，神貨快跳，馬嘅狀態依然未低落過嘅，火噴噴咁嘅閪款添。呢場孭鳩住118磅超輕磅，執個7檔又唔撚係太差，形勢都相當好咯。騎師巴道杯賽場合都好撚少揸流灘嘅，我認為呢隻幸運堂賠率可能都係熱鳩辣辣。不過真係4平8穩價啦。好啦，最後講埋第9場第4班草地1600米賽事。呢場6號馬嘅部族高手，最近成熟之後，演出進步真係令人刮目相看喎。響5班贏完馬之後，上一場升上4班跑同程，直路最後50米先望空，跟住一衝就贏鳩咗出嚟，睇落就好似有啲贏得驚險。不過勁勢就真係實實在在嘅，呢場評分去到54分，同埋磅位要孭撚住128磅，咁會唔會有好鳩大阻力呢？今季呢隻馬已經贏咗2場，正所謂已經交撚代晒㗎啦。
不過最近晨操見佢依然好撚積極，拍跳依然虎虎生威添。今次再出嚟跑，幕後嘅感覺俾我係有餘未盡，係咪仲想執鳩多場呢？呢隻4歲馬真係未見底嘅，所以我都會跟進埋呢場。好啦，我嘅幾隻心水馬又完全分析過啦，同大家再重複一次先。首先第一場11號馬嘅勁爽，跟住第二場10號馬嘅飛躍海船，再嚟第7場12號馬嘅幸運堂，最後第9場6號馬嘅部族高手。好啦，今次我分享嘅心水馬，各位又覺得有冇餐屎呢？好啦，筆姐姐又要講拜拜咯，最後送個 goodbye kiss 俾大家先，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